水煙咧，佢一吸食咧，同一支傳統煙細一支唔同喎。佢一吸咧就可以大量，醫學上可以睇到咧，有50%嘅成年人，如果佢本身已經有精神出現問題咧，14歲之前咧就已經開始出現問題。我哋醫療嗰個政策啦，喺牙科方面咧，其實都係咧以預防為主嘅。咁有啲咩事咧，你年輕嘅時處理，然後你維持嗰個良好嘅口腔衛生習慣咧，你去到年長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咩大問題嘅。歡迎大家收睇肥虎醫療。今日我嘅嘉賓咧就係衛生署署長林文健醫生。Ronald 啊，控煙咧就要好禁啲水煙啦，聽講。究竟點解水煙又話冇事嘅？以前其實咧有少少要釐清嘅，就係咧我哋係禁加味嘅水煙，我哋唔係禁水煙，有分別嘅。因為咧其實水煙咧喺我哋法例定義上咧，其實都係屬於傳統煙嘅一種，所以咧無論係管理啊，或者係嗰個法例執行咧，佢係同傳統煙咧係一模一樣嘅，冇分別嘅。只不過咧，而家我哋政府咧就提議咧係推出控煙嘅10招，其中一招咧最有效嘅，即係其實已經喺醫學上或者科學上都睇到有充足嘅證據咧，就係只要禁止加咗味道嘅煙咧，令到佢售賣嗰啲咧冇一啲再加咗水果味啊、甜味啊，甚至薄荷啊呢啲咧，咁就好有效咧，會抑制到咧減低咧，無論係青少年或者女士嘅吸煙率。咁喺呢個大前提下咧，咁其實水煙作為傳統煙嘅一部分咧，禁咗佢嘅加味嘅水煙咧，係呢個必行嘅其中一個措施。禁呢個加味咁，其實有冇大嘅作用咧？好有作用㗎，因為首先咧，我哋喺數據上睇到咧，譬如香港大學有個最近嘅研究咧，佢哋調查睇到咧，喺24歲以下嘅青少年咧，有超過咧接近40%曾經使用過呢啲水煙嘅，而喺海外個數據都係嘅，加咗味嘅水煙啦，尤其係咧喺嗰啲青少年之間嘅使用咧，係越嚟越受歡迎。我哋睇翻咧，其實加味水煙咧喺大約20多年前咧就已經開始出現，並且慢慢盛行啦。佢主要係一啲煙膏，煙膏裡面咧就有好多成分嘅煙草。然後加咗啲唔同嘅味道喺度，就然後放咗喺個水煙嘅器具嗰度咧，就進行吸食啊。點解會越嚟越盛行咧？第一就係一啲互聯網啊，同埋一啲即係社交媒體嘅推廣嚇。第二咧，好多人咧就喺調查度，我哋見到咧，佢有個謬誤，就覺得咧吸食呢啲水煙，加上味道咁香嚇，就以為咧嗰個煙害咧就唔高嘅嚇，以為好好啊咁。咁另外咧，亦都喺互相咁樣喺度傳播之間咧，會覺得咧，又可以同啲朋友啊幾個知己喺一齊咁樣一邊吸。咁但係咧呢個其實咧對健康嘅損害係好大。首先第一咧就係佢特別喺啲青少年當中受歡迎先啦，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水煙咧，佢一吸食咧，同一支傳統煙細一支唔同喎。佢一吸咧就可以大量。可以慢慢咁坐喺度吸，有時係1個鐘㗎，你傾下偈啊，一邊吸啦。嗰個煙膏咧本身啦，或者係呢啲水煙本身咧，其實佢含一樣嘅，同傳統煙佢有尼古丁啦，佢有焦油啦，有好多化學物質，好多有毒物質，仲多一樣嘢特別犀利嘅就係一氧化碳。佢其實要用碳啊，所以咧就會有好多一氧化碳咧就吸入個體內。我哋好不幸咧，其實上年咧就香港亦都有3宗個案咧，係因為吸食水煙咧係吸入過多嘅一氧化碳，即係等於你吸碳咁樣啊。咁所以呢個我哋係非常關注，我哋就希望咧減低壓抑青少年使用嘅話咧，要逆轉呢個趨勢咧，一定要係將加味嘅水煙咧係禁咗佢啊。咁啊，你做嘅調查裏邊係咪真係都唔少青少年係吸水煙咧？有，頭先我提及啦，譬如港大嗰個調查報告咧，都有40%以上嘅人咧曾經使用過。哇！都唔少喎。係啦，喺我哋嘅調查當中，就唔單止係水煙，係講緊個味道啦。青少年同埋女性都係嘅，佢哋呢啲長期吸煙者咧，第一佢哋開始吸煙嘅時候咧，佢哋已經選擇係有加咗味嘅煙草包咗，無論係水煙又好，或者其他傳統煙都好啦嚇。第二咧，佢哋持續去吸食都係選擇加咗味嘅煙草，
咁我哋嘅調查度咧，當時咧就冇特別再分佢你吸食嘅傳統煙係入面細分係水煙定係但係你見到個味道咧，本身係會令到咧，尤其係青少年同埋婦女咧係特別係會上癮嘅。咁故此我哋覺得要有效抑止，尤其為咗我哋下一代嘅青年人嘅身體健康咧，一定要喺加微煙嗰度咧分階段嚇，盡量去盡快禁咗佢嚇。咁會唔會影響酒吧啲生意？我哋而家都話好似酒吧生意麻麻地，如果你禁埋咁，影響大唔大啊？其實禁咗加味嘅水煙，從而影響咗酒吧業嘅經濟咧，可能係一個偽命題嚟嘅。我哋唔係話全禁水煙喎，我哋係禁咗加味嘅水煙。加味水煙，佢係其實仍然可以提供水煙嘅，即係傳統嘅水煙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我哋唔係覺得會個衝擊大咯。咁千幾間酒吧，咁你執法方面夠唔夠人咧？我哋都會有一啲突擊巡查嘅，淨係講緊2024年啦。其實淨係針對水煙嚟講咧，我哋做過超過差唔多160個巡查，嚇咁啊！當時發出嘅定額罰款嘅票咧都有160張嘅，查160間，出咗160張票。係啊，因為好多時咧，你喺室內吸水煙其實係違法嘅，違法嘅係啦。咁我哋亦都會睇情況，有啲情況咧可能係嗰個負責人或者一啲員工咧，佢係有心即係唆使啊，或者係推廣啊，咁呢啲係不容許嘅。咁所以除咗我哋發嘅160張罰票咧，其實講緊23-24年度咧，亦都有150張傳票咧，係即係發予呢一啲咧唆使或者教唆人去吸食水煙，即係違例嘅呢種情況咯。處長啊，又講緊精神病嘅問題啦。咁近來大家都見到多即係好不幸嘅個案。咁喺呢方面，衛生署做緊啲乜去？第一，等市民多啲了解精神病，同埋我點樣去預防呢啲比較唔開心嘅事件發生咧？我哋喺22年嘅時候咧，就詢問過普遍嘅市民嗰度咧，究竟醫生診斷嘅你有冇一啲即係精神嘅問題啦嚇？咁啊見到咧，無論係抑鬱症或者係憂鬱症啦嚇，本身咧都係大約有1%嘅市民咧係有呢個情況嘅嚇。咁而係其他類別嘅精神問題咧，就大約係1000個人當中咧有5個嚇。咁所以嗰個情況咧都係值得關注嘅。冇錯嚇，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要睇個原因。其實醫學上可以睇到咧，有50%嘅成年人，如果佢本身已經有精神出現問題咧，50%咧本身係14歲之前咧就已經開始出現問題嘅。又係點解背後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就有2個極端嘅喎，其實都係同家庭有關。一個極端咧就係屋企管制太嚴，太苛刻，咁導致咧就有咁嘅係啦。咁啊呢個情況出現。另外一半咧就係反而就缺乏關愛，即係家庭咧冇俾到呢啲小孩，太忙係啦。所以咧嗰個重點就係咧精神健康問題咧，其中一個最有效嘅介入措施咧，就可能咧係由細開始咧就找起。咁呢個咧就去到阿肥會你頭先講啦。咁政府做咗啲咩咧嚇？咁近年咧就係政府特別成立咗嗰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啦嚇。咁啊整體佈局嚇，整體去建立策略。有一樣最緊要嘅就係要及早發現，然後就可以提供個幫助啦。咁要做好及早發現咧，就第一就要市民個意識要提高，要提高個意識咧就離不開宣傳教育嘅。所以咧，我哋近幾年咧就推動咗一個大型嘅精神健康運動，就叫做陪我講。陪我講嘅意思咧，即係呼籲大家咧就可以即係盡吐心中情。咁咧，我哋有一站式嘅網站，就所有資訊，亦都有一啲互動嘅線上線下嘅有啲媒體嘅介入啦，就可以令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有情況咧就講出嚟。咁亦都透過呢啲宣傳教育咧，就我哋希望做到一個去標籤化。因為好多人咧就點解唔肯講出嚟啊？就係佢俾標籤咗，驚話精神有問題啊，咁啊有歧視嗰啲問題。咁呢個運動一路喺度推行中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啦。另外第二樣咧，我哋亦推行咗一個24小時、1星期7天無間斷嘅一站式，我哋叫情緒通嘅熱線。咁呢個精神諮詢熱線咧，就係任何市民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就記得撥打18111，即時咧就可以尋求到服務。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咧喺基層方面我哋最主要做嘅工作。咁而家呢個精神專業型夠唔夠？呢個
情況點解決咧？整體上而家講緊醫生專業啦，如果係精神科醫生啦嚇，人手配置啊比例嗰度咧，亦都唔係話真係最理想嘅目前嘅狀況下。咁當然除咗話個專科嘅培訓啊各方面啦，其實一個跨團體嘅合作係好緊要嘅。所以而家亦都係另外建立咗，如果有發現有精神需要幫助嘅人士咧，有個3層機制。第一層就係及早發現啦，包括咗咧年幼時有好多計劃。同一啲社工啊，或者係醫社嘅合作咧，有啲親職計劃啊等等嗰啲啦，去強化呢方面啦。第二層就係嗰啲個案管理，個案管理咧就係透過跨專業嘅合作咧，針對一啲重點嘅病咧就可以去處理，希望喺社區解決到。第三層咧先就係嗰啲好複雜難處理個案咧，就可以去醫院嗰度咧去做個專科跟進。咁但係透過呢個3方即係各方個跨專業咧，我哋希望咧就雖然嗰個精神科個醫生嗰個人手係會緊缺，但係咧跨專業唔同嘅配合之下咧，就可以舒緩到咧，淨係依賴一個專業去做好件事嚇。咁啊，處長啊，講完精神科啦，我講下牙啦。咁好多人覺得香港啲牙醫真係唔係好夠又貴，咁呢方面你點睇咧？如果講緊每1萬人有幾多個牙醫咧，個比例係唔理想。我哋而家大約係3.1。1萬個市民中可能對住有3.1個牙醫啦，咁咧係比伊拉克係好嘅，咁但係咧就低於新加坡，因為新加坡大約4左右啦。咁但係咧牙醫咧個不足咧係其中一個問題啫。其實第二個最主要嗰個挑戰咧係嚟於人口嘅老化，因為咧一直以嚟咧我哋醫療嗰個政策啦喺牙科方面咧其實都係咧以預防為主嘅。因為點解咧？牙本身咧係一個好襟用嘅一樣身體嘅一個部分，係好襟用嘅。你點樣令到襟用咧？你就要年幼嘅時候、年青嘅時候咧，知道點樣保持口腔衞生，點樣做好預防。咁有啲咩事咧？你年青嘅時處理，然後你維持嗰個良好嘅口腔衞生習慣咧，你去到年長嘅時候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咩大問題嘅。咁故此咧，我哋嘅重點咧，以往就好多咧就擺咗喺兒童。所以我哋有兒童牙科保健，就係咧所有小學生每年可以做牙齒檢查，教授佢個口腔衞生嘅意識點樣護理啦。咁所以香港嗰個喺我哋口腔健康調查度咧，全牙個有牙嗰個比例咧，去到年長咧都幾理想嘅，比起其他地方嚇。咁但係咧，因為人口老化咧帶嚟好多衝擊，年紀大咗，你個牙肉一定收縮嘅。所以我哋而家再加強咧，喺施政報告度亦都有報告出咗啦，就係話希望咧嚟緊咧推動一啲咧重點嘅措施，就係幫到嗰啲有需要嘅市民嘅，由政府咧去做資助。呢個包括咗咧街症啦，即係牙科。如果市民有需要有睇牙嘅急症咧，佢就可以去我哋一啲嘅牙科診所嚇。咁雖然係有限額嘅11間啫嚇，咁啊。有相關好長，係有㗎嚇，咁但係重點上我哋都係針對一啲希望弱勢啲嘅牙社群。咁第二咧，我哋就係重點係在於咧係希望有啲外展咧就去到長者牙科個支援計劃，就去到啲長者院舍，我哋同嗰啲非政府組織合作，就係咧令到佢哋咧可以派出牙醫嘅隊伍咧，就去到啲院舍嗰度咧就進行咧幫佢哋做檢查啊，或者處理啲牙患咁樣嚇。咁嚟緊咧，我哋會再推出幾樣嘅。今年第一樣就係有個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計劃，我哋會同私家嘅牙醫同埋咧，亦都係非政府機構咧合作。離開咗小學啦，政府冇再嗰個學童保健㗎啦嘛。咁但係唔緊要，我哋咧就補貼你哋13歲到17歲嘅青少年咧，你可以咧得到政府200蚊嘅資助。係啦，咁咧就同私家牙醫如果去參與嘅話咧。咁就可以咧幫佢做一個檢查同埋繼續口腔衞生嚇，咁有需要做一啲譬如氟化物嘅治療啊咁樣，咁個目的就係亦都令到佢喺個繼續成長嘅過程中咧，就有一個夥伴嘅關係同一個牙醫建立，咁將來希望咧就越嚟越會保持得好，咁啊嗰個牙齒嘅健康更好。喺長者方面，我哋亦都會咧推出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嘅，咁呢一度咧除咗頭先嘅外展啦，咁係長者譬如佢經濟能力有問題啊各方面啦，咁我哋都會咧喺呢一啲計劃度咧，希望可以涵蓋到。咁牙科係可以網上登記噶嘛，係咪？咁係咪會多唔多啲人突然間 book 咗又唔去啊？咁令到個位又空咗出嚟咧？我哋而家咧市民如果佢有緊急個牙科嗰個需要咧，要睇急症啦，咁佢係可以
喺我哋11間嘅牙科診所之中咧，即係揾一個地點啦適合佢嘅係啦。當然佢就要去網上預先登記嘅，咁個籌額亦都有限嚇。呢個其實係好緊要嘅，呢個網上預約登記推出咗之後，因為咧佢免除咗咧，尤其啲老人家通宵達旦咧喺診所度排隊，係啦。咁而家咧嗰個效果好理想，因為咧推行嘅初期咧，第一有時有啲長者話唔曉得點樣網上預約啦。咁我哋已經咧，其實無論係佢去直接去個牙科診所，我哋同時會幫手，亦都咧喺18區啊，每區嗰度咧，無論係社署嘅一啲長者中心啊，或者係民政處嘅一啲地區中心啊，都會幫到佢嘅。關愛隊亦都會幫佢哋嘅。咁所以呢個先解決咗佢哋個唔識用一啲智能嘅方法去預約嘅問題。而另外一方面咧，最初嘅時候咧，亦都有啲預約咗之後咧就放棄咗個籌額，咁啊浪費咗。咁我哋而家就建立咗一個叫做等候制度。除咗話你中咗簽嗰批咧，我哋亦都咧有一批咧就係候補名單度，係啦。如果一有邊度嘅籌額出現咗個人冇嚟到咧，係啦，就即刻喺嗰度揾。而家嗰個使用額度咧，差唔多100%㗎啦。咁所以好理想，冇嘥到。冇錯，市民亦都滿意。但係呢個唔知俾長者嘅，咩人都得嘅。呢個咧重點會有個優先權俾長者，因為我哋喺嗰個預約嗰個機制上咧，嗰個程序上有一啲優先嘅一啲調校嘅，咁所以咧長者咧係會有一個優先機會咧係先抽得中嘅。處長非常多謝你上嚟，記住啦，下星期再睇肥虎醫療。